地方放上头来关心有200多年历史的台北市市电古迹朱成宫，昨昏互人迫害，警方有抓到一个西班牙籍的查甫人，那亲像是食烧酒醉了后，摕金蕉水去擦庙门，才会造成庙门损害。警方即马是依照违反文化资产保存法，该移送法办。对监视器画面看到，就是透早2点外，一个查甫人徛伫树林朱涵宫门前，手提金蕉水遮清洁用品，伫七庙门，造成古迹庙门的卫生氧气毁损。看到民众发现了后，赶紧报警处理。酒醉之后闹事，可能觉得这个门板太脏了，就拿了清洁剂跟菜瓜布在擦拭我们的这个门，想要把它恢复干净。可他不晓得这是古迹。警方调查发现，这嫌犯是53岁西班牙籍的查甫人。伊讲，只话看到朱涵宫真老旧，有时摕物件要来切庙门。随上这间位伫树林夜市的朱涵宫，又搁被称作树林妈祖庙，创建在1796年，已经有200多年历史。尤其是三川店门神的卫生，受台南名师当局封锁为。伫台北地区，因讲敢若剩一间庙而已。民国74年，朱涵宫也获内政部评定为国家3级的古迹。无端毁损古迹、暂定古迹之一部、全部或其附属设施，得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得并科新台币50万元以上2000万元以下之罚金。请庙方把相关就是我们预计邀请就是说送修复那个庙门壁画的一个传统匠师的相关资历，也一并送我们文化局这边进行审查。台北市文化局强调，已经邀集文组委员到场勘查，也请庙方1个月内提报紧急抢修计划甲师傅的资料送审。记者综合报道。